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第5号的风台桑达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，那第6号的风台翠丝嘛会伫阴暗8点来消失，转为低气压，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拢无直接的影响。但是因为低压带的关系，会小可来降温，就为今仔日开始会落大雨，一直到拜4到拜5，天气才会稳定。 日市右岸高温烧热，行伫路啊，敢若要扬起。气象局提醒受加大影响，这礼拜降2到3度，天气无稳定。整个不稳定的环流圈呢，会逐渐的通过我们台湾地区，造成我们天气上是比较不稳定的。 拜一下晡，各地开有过道雷阵雨；拜2、拜3水汽较济，南台湾会落雨。到拜4，水气压大，含水气往西平山顶东落雨会较回。拜5到礼拜，整体天气形态阁会是高温烧热，过道要注意有雷阵雨。 这礼拜各地高温普遍也是有33到35度，新竹以北有东半部较烧热，局部地区有36度高温发生。另外，第5号风台松达已经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，第6号风台翠丝估计嘛转做低气压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。不过，这几年嘛有人想要问讲，是安怎风台有较少，就算有风台嘛未经过台湾。详细的原因很复杂啦，那推测的原因跟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其实有关系的啊。 那这几年太平洋高压强度比较强，整个详细的原因当然不只是这么单纯啦，那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持。天气不稳定，拜2、拜3落雨量的上济，天气民众出门在外，要是爱记得早雨伞、雨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